中华县警察局本体伫咧11月15开始呢，要伫咧县139线科技执法来抓一寡压车行为的危险驾驶。不过，这消息一出来，网络顶头就伫咧议论，甚至有民众讲也无法律规定讲袂当压车。这中华县警察局也赶紧来公告，先暂停这项措施。 中华县139线虽然风景真水，但是车路长弯细角，常常发生车祸。中华县警察局进前宣布，要利用科技执法抓压车的危险驾驶。不过，伫网络引起袂少讨论，民众嘛有无共的意见。抓是不要紧，莫抓伤严。139线一寡就是讲一寡少年，拢骑一寡重机车、欧多拜有都没有减速了哈。当然，警察单位当然也要加强取缔。 有民众质疑，抓压车违规根本无法律的依据。律师表示，根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当中的解决条款来看，压车违规若要成立，法院主要会看2项指标。 安尼的规定是毋是足明确的？每一个人咧骑机车拢知影60度是啥物意思。第二个就是讲是毋是符合比例原则，还是每一个人拢会低于60度？安尼的规定可能都是上严苛啊。本案相关取缔方式引发社会大众正反两面热烈讨论。本案将持续宣导安全驾驶观念，并暂缓后续科技执法。 面对民众的意见，中华县警局嘛赶紧公布暂停实施抓压车的这项措施，会阁针对法律的规范、侦测系统的稳定、违规安怎认定等等做详细讨论。记者尤淑晴综合报道。